各位同修各位同學、各位朋友，早上好，好歡迎喺度又見到大家啦嚇。逢星期日早上呢，我哋都會喺度同大家講解《阿含經》嘅。《阿含經》呢非常重要啊，因為佢出自如來，亦即係釋迦牟尼佛最忠實嘅説法嘅記錄。記錄咗當年佛陀帶住佢一班嘅弟子修行，好多生活裏邊平時學習裏邊討論宇宙人生嘅道理裏邊好多嘅故事所以通過學習《阿含經》呢，我哋能夠翻到去當時釋迦牟尼佛修行嘅現場，眾弟子修行嘅現場，跟從大家一齊去探討佛法，了解人生，啟迪我哋嘅智慧。學習阿含可以講係修習佛法、了解佛教思想必不可缺、最重要嘅一環。喺呢個基礎上邊，先可以進一步再講佛教嘅各宗各派，各種唔同嘅經典論書，各種唔同嘅修行方法所以大家以阿含為自己修習佛法學習佛教智慧嘅根本係至為重要今日呢係2026年7月19日啦，我哋講到第349講今日有啲特別，因為早上呢我需要去主持另一個法會，所以呢今講呢係採取錄播嘅方式所以大家現在睇到嘅都係我早前錄影嘅片段就未能喺聊天室呢直接同大家有所交流啦但係講經嘅內容呢一如以往係並無分別嘅。大家睇到今日嘅題目講中咗好多佛弟子一個基本嘅思維習慣，就係關於福德嘅問題福德我哋個個都想要邊個唔想人生幸福得㗎福德就係幸福啦生活得舒適如意，樣樣事情呢都係順心順水，身體比較好健康比較好長壽冇病冇痛事業、人際關係、財富等等，樣樣都好簡單嚟講就係幸福快樂邊個唔想幸福快樂得㗎？個個都想。呢個呢喺佛教嚟講呢，就係稱之為福德啦福德呢係一個果報果報意思呢，即係一個我哋現實享有嘅一個成果，但係一切嘅果報、一切嘅成果，照佛教講，必須要有原因㗎嘛。原因呢，就係因為我哋過去曾經施作好多嘅善事、好事、譬如幫人譬如呢心地善良譬如呢有道德有責任心肯付出人品係比較純真純樸冇咁多自己嘅執着煩惱待人接物呢，人都係比較端正比較係有原則咁樣等等，呢啲都係善行。照佛教好簡單嘅因果道理善就一定有善報啦當然相反惡就一定有惡報。呢個世界係一個價值流動嘅世界，呢個世界係一個價值主導嘅世界，價值可以有好多但係區分起上嚟，佛教將佢化繁為簡，就善惡啦。善惡就係根本攞嚟去討論人生呢，就講出一個好重要嘅因果嘅道理。頭先講咗啦，善有善報，就惡有惡報呢個呢係宇宙嘅定律，
宇宙嘅定律亦都係佛法嘅基礎。我哋平時就稱之為因果啦，係嘛？咁佛教呢就鼓勵我哋多啲去做好事多啲去行善多啲呢行善積福，將來呢人生就會舒服好多，容易好多福報呢就自然降臨啦。咁基於我哋頭先所講，人生無人不求幸福嘅，人生都係希望可以舒服啲、快樂啲呢個都係一個自然嘅需要人情嘅所求。咁但係如果只係停喺呢個層次去收集佛法、去學佛呢，嗱咁樣呢就未免係有所不足啦。停喺一個世間福樂追求嘅層次，唔係錯嘅問題喎。佛教唔反對我哋求福嘅喎而且覺得咧理所當然嘅喎做好事當然有福報等於你肯努力你自然就有進步你唔怕辛苦，你自然就可以攀上高山呢個係好基本嘅人生嘅法則嚟㗎嘛。但係佛教認為，只係喺做善事求福報，施福就得樂施予一個善舉，咁咪叫施福啦。得到一個樂報施福就得樂係唔足夠嘅所以呢，佛陀喺呢本經典裏邊呢俾咗一個好好嘅修行嘅層次階梯方向俾我哋。第一，如來鼓勵我哋努力去行善努力去積福。第二，如來同時提醒我哋唔好只係停喺呢個層次去收集佛法佛法呢，最終幫助我哋嘅應該係乜嘢得智慧。福之上要得智慧，得智慧呢，先可以解脫我哋嘅生死煩惱。我時常都提到呢一點，學法嘅根本目的係幫助我哋走出煩惱嘅束縛，走出無盡生死輪迴苦海呢個苦業必須要以此為學法嘅一個更高嘅目的如果再講落去，學佛可以通向一個更圓滿嘅成佛嘅境界。呢個呢就係大乘啦，大乘。由此你其實可以區分三個學佛嘅理想。第一就係人天福樂，人天福樂至少唔好跌落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所謂三惡趣先啦，係嘛至少唔會承受呢啲苦業苦果啦生喺人界甚至天界天界即係成神啦做人做神幾好得㗎咁呢啲呢都係善行嘅福果福報嚟嘅，咁叫做人天嘅福報。呢個係最基本嘅層次一般人初接觸佛法學佛甚至歸依咁樣未免呢都會係以呢個作為第一要義第一個學佛嘅目的地。但係咁樣係唔足夠，再想呢，就要學習點樣去解脫生死，脫出輪迴解脫生死，脫出輪迴。阿含經立教釋迦牟尼佛教我哋其實呢，主要係集中呢一點脫出煩惱嘅束縛，走出生死輪迴嘅苦業然後再進一步呢，就係後嚟佛嘅大乘裏邊所講嘅理想啦就進一步要圓滿我哋嘅生命，成就無邊功德莊嚴嘅佛果就係以成佛啦，即係所謂大菩提啦作為我哋人生嘅理想。所以大致上你可以區分佛教嘅理想呢，就係呢三個層次。第一就求人天福樂做多啲好事，積多啲福德，將來舒舒服服嘛。第二呢，就係求脫離生死輪迴苦海第三呢，就成就大菩提圓滿佛果咁當然啦，應該以第三
成就大菩提，圓滿佛果咧作為最終極嘅理想。呢個咧係大家學佛咧當有嘅一個成長嘅方向嚟嘅。咁佛咧喺本經裏邊咧提及到啦，施福勿迷塵世樂，意思都好清楚啦。施福亦即係做好事，做供養做好多嘅善事善行幫好多人咁樣大慈善家大布施者呢啲人呢都係好難得嘅，咁就會得到好大嘅福報。但係唔好沉迷喺呢啲塵世即係現實世間啦，執着現實世間呢啲嘅樂果樂報之中，唔好沉迷，唔好執着。你可以得到，但你唔好貪戀。得到係必然嘅，有善因就有善果，呢個善果係必然嘅。但千祈唔好貪戀，咁叫做勿迷塵世樂。咁應該追求更高嘅理想啦。咁更高嘅理想或者修行嘅方向係乜嘢呢？就下一句啦，勤修五法就真善根，要努力去收集五法。咁一陣間呢，除咗佛說法之外呢，仲有佛座下嘅第一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嘅舍利弗，為我哋講解乜嘢叫五法。有五樣嘢要放棄嘅，亦有五樣嘢呢要勤加收集嘅，長養我哋嘅善根。呢個經文呢就非常之好啦，佢俾咗一個對比我哋，一個層次嘅階梯俾我哋，鼓勵我哋多啲行善，多啲去幫助別人，多啲咧去供養，多啲去回向，自然就會有大福樂。但係大福樂又唔好貪戀，要有更高嘅追求，要升上更高嘅台階，要學習更高嘅層次嘅佛法。OK， 咁有層次感，有一個成長嘅階梯，非常之好啦。好嗱，我哋今日呢就嚟一起去學習呢本經典。好，我再提一提，如果係未加入我哋左邊生命佛學公告群嘅朋友，第一次嚟聽喎，咁非常歡迎大家啦。掃描一下二維碼，加入我哋嘅公告群，就會時常呢得到好多有用嘅佛學活動、佛教活動嘅資訊，好嘛？咁呢個公告群呢係保障我哋每個朋友嘅私隱，大家都睇唔到對方嘅電話號碼，非常之安心。好嗱，我哋睇一睇經文。好，經文呢，我已經喺早前呢係分發咗俾大家啦。咁大家呢就可以下載成為一份筆記啦。嗱，我哋講緊嘅係《雜阿含》嘅第17卷，經號482，好冇？咁呢篇經典呢唔算長，其實《雜阿含》一般而言呢都唔長嘅，但係教導我哋嘅、啟發我哋嘅意味深遠，所以我哋一齊嚟學習呢篇經典。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嗱，如是我聞就係佛經嘅第一句噶啦，一定係如是我聞啦。因為佛經都係後世佛弟子憑住記憶將佛陀生前講過嘅經典呢，喺佛陀入滅之後3個月將佢呢背誦翻出嚟所以呢，第一句都係如是我聞。當時我哋就係咁樣聽到啦。好，一時就某個時間，具體年月日時呢，佛經係唔會記錄㗎。印度人呢係冇時間觀念㗎。OK。佛住舍衛國，呢個佛呢就係釋迦牟尼佛啦。我哋成日話《阿含經》呢只有一個佛說法，就唔似後嚟大乘佛經咁多佛菩薩說法嘅情況嘅阿含經呢比較單純，因為佢係最古老嘅、最忠實嘅，所以都係釋迦牟尼佛為我哋說法。佛住即係停留停留喺安住喺邊度喺舍衛國嘅祇樹給孤獨園。呢個係佛經時常出現嘅道場，
佛呢好多重要經典都喺呢度講嚇，大部分《阿含經》都係喺呢度講嘅。舍衛國裏邊有個精舍就叫做祇園精舍，全名係祇樹給孤獨園，就祇陀太子同埋給孤獨長者兩個大居士合力咧興建呢，就供養佛同僧團喺呢度咧安住。好啦，現在係幾時呢？現在係夏天，夏安居時。點解特別提到夏安居呢？咁因為原來夏天喺印度嚟講呢係雨季啊，雨季冇辦法外出嘅，就要留喺一個特定嘅地方裏邊安居。咁現在正正係雨季安居之時好，爾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稽首佛足，卻坐一面。好嗱，正正就講到給孤獨長者係嘛？因為祇樹給孤獨園其中一位布施者呢，就係給孤獨長者佢又叫做須達多佢係波斯匿王嘅一個神子嚟嘅咁第一非常之富有，第二呢非常之仁慈好樂意去幫助其他人第三呢，佢係佛教嘅忠實嘅擁躉，所以對於佛對於僧團呢都係禮敬有加嘅將佢一部分嘅財富捐獻出嚟，購買咗一個好大嘅園林，同祇陀太子合力捐獻咗俾佛同埋僧團，作為呢一個主要説法嘅道場，主要共住安居嘅道場係嘛？咁呢個呢就係給孤獨長者啦。嗱，現在佢嚟到佛前，稽首佛足，用自己嘅頭禮拜如來嘅腳，叫做稽首佛足，卻坐一面，然後坐喺側邊等待如來嘅開示好，佛為説法，佛呢就為佢説法啦既然嚟到，當然佛陀要藉住呢個機會開示一啲嘅修行做人嘅道理啦，示教召起，示亦即係展示生命嘅道理，教就教導啦，照就係佛法好似光明一樣，照破我哋生命嘅黑暗，起就令眾生聽聞佛法嘅人呢就歡喜，聞法者能夠歡喜好，説種種法就同佢呢講好多道理示教召起已，完成咗之後，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好嗱，咁佛為佢開示之後呢，佢就好感恩啦咁起身整理好自己嘅衣服，就再向佛行禮，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合掌白佛就我哋平時呢合十啦合掌白佛，白嘅意思呢，即係表白就對住佛去表白啦。講乜嘢呢？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3月請衣被飲食應病湯藥只希望世尊亦即係釋迦牟尼佛啦，同埋各位大德僧侶接受我嘅供養，連續3個月嘅供養生活裏邊嘅所需咁一般而言就衣被衣服啦一啲嘅被鋪被具啦飲食啦應病湯藥啦一啲醫藥啦咁樣一啲藥物啦咁樣咁呢啲都係生活裏邊嘅必需品。咁現在呢給孤獨長者呢就懇請如來僧團接受自己嘅供養，於是世尊就默然而許。默然而許呢，即係沉默。其實沉默就表示答應嘅啦，唔拒絕就答應嘅啦唔拒絕就答應嘅啦咁叫做默然而許。是給孤獨長者呢，就知佛默然受請已。給孤獨長者喺當時嚟講呢，知道佛默然代表接受啦。從座起去就起身，還歸自家就返屋企準備安排3個月嘅布施供養。
過三月矣，時間過得好快，3個月就過去啦，就嚟來詣佛所，就再次嚟到如來祇樹給孤獨園呢個居處，稽首佛足，退在一面，再次行禮，再次回到自己嘅座處，等待佛嘅開示。佛告給孤獨長者，佛呢就同佢講啦，記住而家係3個月後㗎啦，善哉長者，3月供養衣被飲食應病湯藥，太好了，太好了，善哉善哉，係一個讚美嘅話語，長者顯示呢，佢係一個領袖。長者唔係一定年紀大嘅朋友，長者係一個社會領袖，一個有德者。3個月嚟，你對僧團嘅供養，包括衣被、飲食、應病湯藥，非常之好，非常之感恩，予以莊嚴正智上道，於未來世當獲安樂果報。好嗱，跟住佢啦，呢個就係世間因果。意思即係話，你已經付出咗巨大嘅布施供養。予即係你啦，非常莊嚴，非常莊嚴，好值得尊重、尊敬，好偉大，好有價值，令人肅然起敬咁樣，呢啲呢都叫做莊嚴、清淨、清淨。智呢即係一個行為、一個修行、一個修持，一個行動，非常清淨嘅修行、修持行動，叫淨智。上即係好高、好高層次啦，非常之有價值啦，非常清淨嘅一個修持行為，非常之有價值嘅一個實踐，叫淨智上道。你已經完成啦，亦即係話肯定給孤獨長者付出嘅呢個布施極有意義、極之有價值、極之偉大。喺佛經嚟講呢，能夠布施僧團，而且唔係僧團喎，大家留意到現在係直接布施如來喎。你諗下人類歷史裏邊如來真正歷史上出現於世都係短短幾十年，能夠直接布施供養如來真係寥寥可數啦，係嘛？真係寥寥可數。呢個功德就真係無邊巨大。而家如來就肯定佢嘅功德。係嘛？咁話你做咗呢個功德呢，你將來就會有相應嘅善果善報。於未來世當獲安樂果報啦。你未來世即係以後一直生生世世，佛教相信因果輪迴未來世你會有好大嘅福報，非常安樂。OK， 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嘅第一層次嘅乜嘢第一層次嘅因果福德。佛係充分肯定佢嘅付出同努力，以及由此而得到嘅未來嘅非常之美好嘅果報，完全需要肯定，係一種讚許嚟嘅。但係留意啦，現如今莫得默然樂受此法。佛陀提醒佢一點。你將來嘅福報會好大，呢個已經係完全可以確定嘅事啦。但係你千祈唔好只係默然，好似意思就係唔出聲。實際上意義呢，就在於你唔好只係僅係純粹接受呢個快樂嘅果報而已。千祈唔好莫得就係不要默然，即係只係接受呢個快樂嘅果報，唔好只係接受呢個快樂嘅果報。咁即係唔好停喺呢啲世間嘅福樂嘅層次，以為咁樣就係學佛，咁樣就係自己修行嘅成果，仲未足夠啊！千祈唔好停喺呢度自滿、自足、自樂。好啦，咁應該點做呢？佛提醒佢：汝當精勤，你應該更加努力、精進、勤力。OK， 你應該更加精進勤力，時時學遠離喜樂，
具足新作證。你應該更加精進勤力，遠離世間呢啲感覺感官嘅喜樂。呢個喜樂係世間層次、現實層次嘅喜樂啊，離唔開色聲香味觸啦，離唔開一般嘅感覺感受啦。你應該學習明白佢哋嘅無常，背後嘅意義就係要學習觀無常啊！呢啲快樂唔恆久、唔真實，佢會過去。你貪戀呢，樂過咗之後就只係淨得苦㗎啦。樂完咗就係苦啊！所以咧，千祈唔好自滿自足，停喺呢個現實世間嘅欲樂之中。應該點啊？遠離，遠離即係超越啊！努力修行，努力學習，超越世間嘅現實嘅福樂，具足新作證，具足即係圓滿。以你自己嘅生命，呢個身體唔係解身體啦，呢個身字解生命，圓滿地以你嘅生命咧去作證。咩叫做作證啊？作證即係體證、證明 verify、confirm， 用你整個生命去 verify、去 confirm、去體證嚇真正嘅生命嘅智慧同解脫。佛陀鼓勵你要得到呢個更高層次嘅體證。好嗱，咁呢個呢就係本經嘅一個好第一個主旨啦。咁超越世間嘅福樂。追求更高嘅價值，呢個呢就係得到人生嘅智慧啦，得到生死輪迴嘅一個超越啦。好，時給孤獨長者呢就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啦。好感恩如來為自己嘅開示，禮拜如來之後呢就走啦，將呢番話記喺心裏邊。好，咁下半場就到舍利弗出現啦。以是尊者舍利弗於座中，眾座中喺大眾之中呢，就自己起身啦。知給孤獨長者去矣，就白佛言：知道給孤獨長者離去之後呢，就同佛講啦。奇哉世尊！太神奇了，世尊啊！善為給孤獨長者説法，善勸勵給孤獨長者。如來你剛剛對給孤獨長者嘅勸勉教導呢，實在太神奇啦！你點講㗎？嗱，於是乎就重複翻如來剛剛嗰番話啦。予以三月具足供養如來大眾中正智常道，於未來世當受樂報，汝莫默然樂着此福，汝當時時學遠離喜樂，具足新作證。即係重複翻如來剛才教導給孤獨長者嘅呢番話。好，跟住呢，舍利弗就補充啦。世尊，若使聖弟子學遠離喜樂，具足新作證，得遠離五法，修滿滿法。佢就順住如來嘅開示，再講埋落去。佢話如來啊，如果真係我哋要學習遠離喜樂呢，真正用我哋嘅生命去體證嘅話呢，咁我哋要遠離五樣嘢。得遠離五法，得即係應當遠離五法。第二呢，就修滿五法，同埋呢，我哋要收集五個項目嘅內容。咁呢個下半部分呢，就由舍利弗補充啦。咁乜嘢係遠離五法、修滿五法呢？咁樣好，我哋睇一睇今日呢俾大家嘅筆記先嚇。先總結咗上半部分。呢度呢顯示呢係世間嘅因果。上半部分如來為給孤獨長者所作嘅開示呢個因果係宇宙嘅法則，係必然就會成就嘅一個果報嚟嘅。原因係乜嘢啊？因為給孤獨長者供養佛同埋僧團3個月咁長嘅時間，供養衣被飲食湯藥。簡單嚟講，就係做咗極巨大嘅一個功德。呢個功德已經成就啦，功德即係成果。你呢個成果你已經成就，你已經完成咗，你做咗啦，呢個因就已經係完成成就，
果就一定會出現啦。果係乜嘢啊？未來當獲安樂嗰步。嗱，呢個未來好漫長啦嚇，好多世你都會咧享福啊，會得到好大嘅福德快樂。嗱，呢個咪世間嘅因果啊。咁啊，隨住我哋嘅善行、善業、善事嘅大小，相應嘅果報福樂，亦都會相應嘅大小啦。好，呢個就係因果律。呢個因果律就係自然律，係法則嚟嘅，必然會發生嘅。但係睇下邊，佛陀肯定布施嘅功德非常巨大，但係同時告誡給孤獨長者唔好只係享受世間嘅安樂福報唔好淨係滿足於呢啲世間嘅福樂福報應該點啊？精進修習，遠離喜樂，遠離就超越，唔好執着佢，唔好貪戀佢。好啦，咁我俾一個少少嘅總結，分兩個層次。學佛當然首先係喺因果裏邊修行，努力精進付出布施行善布施愛語利行，同時佛經就係咁樣講啦阿含經已經講㗎啦布施愛語利行，同時多啲做好事，多啲幫人哋，慈悲心自然就會有相應嘅善業善果。呢個就係因果中嘅修行。修行當然就係因果，一切嘅修行一定係因果，但同時要明白，要超越現實嘅因果，真正嘅圓滿嘅修行嘅理想，要超越呢啲現實嘅因果。因為一切現實嘅因果始終都係喺有為世間，始終都係無常法支配下唔能夠永遠享用，永遠得着，唔值得我哋貪戀嘅，都係會過去。所以同時要超越世間嘅因果。OK 咁呢個呢就上半部分嘅經典。好，我哋睇翻原文啦。咁下半部分舍利弗開示呢，就係要遠離五法，修滿五法。咁分別係乜嘢呢？云何遠離五法啦？咁樣遠離五法係邊五法呢？睇睇咯，為斷欲所長養起，因為欲望導致嘅快樂欲望即係你希望得到好多嘢飲食衣着名譽咁你會得到嘅，你努力自然會得到，努力賺錢咁你咪得到錢咯，係嘛？咁錢對你嚟講都係歡喜嘅。咁呢啲呢係源自於欲望而有嘅世間嘅成果要斷除佢，唔好只係喺世間裏邊追求呢啲滿足嘅欲樂啦。斷欲所長養憂，欲望最後亦都會引發憂慮，係嘛？你要錢咁樣係嘛？你就要同人競爭，你就需要呢有一定嘅手段有一啲嘅付出體力嘅付出，心力嘅付出亦都會擔憂你得到之後會失去，呢啲都係憂。世間法都係喺喜與憂之間最後都係憂多過喜㗎啦OK， 好嗱，要斷除佢世間嘅喜、世間嘅憂，要識得超越，唔好停喺嗰個層次。斷欲所長養捨由我哋嘅欲望進一步呢，我哋變成一個可能冇感覺冇嘢追求佛陀話嘛，唔好有咁多欲望，慢慢你欲望越嚟越少呢，你就變成一個呢，可能一張白紙咁，一個石頭咁，一個木頭咁，冇咩祈求淡如開水好多人以為咁樣修行佛教話唔係，咁樣叫咩啊？麻木，冇晒感受能力，冇晒反省能力，變成一個石頭一樣，咁樣亦都唔適合嘅，亦都唔啱。所以世間嘅喜、世間嘅憂、世間嘅捨即係冇晒感覺，麻木不仁咁啊最清楚啦，麻木不仁，亦都要斷除佢。好啦，第四個啦，斷不善所長養起。
我哋做好多事情啊，可能咧出於一個唔好嘅動機啊，有陣時會傷害自己、傷害人哋啊，咁樣係嘛？貪心啊、自私啊，由貪心自私啊，舉例咯，貪心自私得到嘅快樂更加要捨棄。OK， 斷不善所長憂，由貪心自私呢啲不善法，自然就會有憂慮啦，係嘛？你傷害人哋，人哋又會傷害你，你總係好擔心、好害怕嘅五樣嘢。嗱，你睇到其實就係喜、憂、喜係嘛？憂同埋麻木不仁嘅感覺，冇晒感覺，呢啲都係世間嘅樂受苦受。不管你係出於你個人嘅慾望不管係世間嘅善行，或者出於你個人嘅自私，世間嘅惡行，一切喜樂、憂苦五樣嘢 ，OK， 乃至麻木不仁冇晒感覺，都要遠離，是為之五法遠離啊！各位五法遠離，我用第二隻色揀咗啦，五法遠離 ，OK 超越世間呢啲苦樂嘅追求，呢啲係唔真實嘅，呢啲係會過去嘅好。咁云何修滿五法？咁五樣嘢要修啦，係乜嘢啊？喜、歡喜隨喜叫做，跟住就歡喜、以色、樂一心咩意思呢？我稍後同大家有個筆記列晒出嚟俾大家了解好清楚。簡單嚟講，隨喜就係為別人歡喜，人哋得到為別人歡喜唔好計較自己嘅得失成敗。OK。真真正正內心有種安穩安寧，得到成長嘅歡喜。意識呢，即係真正得到一種寧定、寧靜、輕安。呢個呢，需要打坐得到嘅。輕安裏邊有種深層次超越世間嘅快樂，呢啲唔係世間快樂呢啲係深層次嘅精神嘅穩定得到嘅樂，輕安帶嚟嘅樂，一心專注所以隨喜歡喜講緊我哋平時待人接物為別人歡喜，為別人嘅善，為別人嘅好歡喜。後邊三個輕安，亦即係意識啦，樂一心係禪定靜心嘅快樂，係嘛？一陣間我同大家再總結，要修呢五個咁叫做修滿五法，隨喜歡喜，意識樂一心。好，佛告舍利弗，佛陀聽到之後呢，就同舍利弗講：如是如是，若聖弟子修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遠離五法，修滿五法。如來聽到舍利弗嘅分享，完全肯定佢嘅講法加以認可肯定非常之好啦。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就歡喜奉行。大家聽完之後呢，好感動，好得益，全部好樂意跟住如來同舍利弗嘅開示呢去實踐。好，咁我哋同大家再講講乜嘢叫修滿五法乜嘢呢？就叫做遠離世間嘅五法。好，第二個筆記啦，左邊就遠離五法，已經列咗出嚟噶啦右邊呢，就係修滿五法，亦都列咗出嚟啦。遠離五法就由五欲生起嘅喜悅五欲色聲香味觸啦色聲香味觸啦。另外呢，就由五欲受挫折，你唔係一定得到噶嘛，你要人哋唔係一定俾你啊嘛就會有憂愁對五欲嘅漠然嘅麻木頭先講啦，麻木不仁，冇晒感覺，成個人冇追求，冇任何追求，唔好以為咁樣修習佛法喎，咁樣只係麻木啫。第四，由不善法生起嘅喜悅貪心自私自己個人嘅快樂咁樣，由不善法生起嘅憂愁，你貪心自私，自然好擔憂自然呢就會有一個傷害發生，全部放下呢啲。呢啲都係世間善不善，善同不善都係世間，世間嘅憂愁喜樂都係世間。下邊我總結咗4個字，全部都係無常，全部都係苦修行人要放下。
所以世間嘅因果福德好似給孤獨長者咁啊，固之然必須肯定，但係唔長久，要放下。真正要成就呢係右邊啦，就修滿五法隨喜，見到別人嘅好，見到好事，見到別人嘅成長啊，乃至見到自己能夠成長，能夠修行有智慧得到歡喜，即係人生有更高嘅理想啦，為更高嘅理想而歡喜啦。咁呢個歡喜心呢，會產生一種真正嘅生命嘅內在嘅豐盛滿足，叫做隨喜所生之喜樂。經文呢就叫做歡喜，經文就兩個字歡喜，兩個層次嘅。隨喜就為別人一個行動，一個心態。第二呢，經文叫歡喜，佢係一個果報，一個結果，一個為別人歡喜，為更高價值實現而歡喜，一種內在嘅豐盛感。第三啦，就係靜修禪定裏邊嘅輕安，叫做意識。經文叫意識，實際上就係輕安。打坐去到深處，成個人呢得到一種釋放，生命呢通暢通達。咁呢種呢係輕安。輕安呢就入定㗎啦，入定就三摩地啦。OK， 咁輕安裏邊得到一種好深層世間所沒有嘅快樂。經文叫樂，一個字樂。咁呢個呢，我哋話由輕安所生嘅喜樂。最後就一心，一心就專注不亂，專注不亂，個心好專注。要得輕安就必然要專注，能夠真正專注，自然就會輕安。叫心專注不亂。呢個嘅成果成就呢，就係解脫嘅喜樂，成就通向解脫嘅喜樂。要捨棄左邊嗰五種，成就真正超越世間因果福德喜樂憂惡，真正解脫嘅更高層次嘅真實嘅喜樂。呢個就係本經開示嘅內容啦。先由如來為我哋呢去講解同給孤獨長者嘅對話勸導。世間嘅因果福德固之然真實不虛，善事善行布施一定要做，但係得到啦，唔好停喺呢度，再向前行，再升一個層次。咁舍利弗呢就分享佢嘅睇法，超越世間嘅憂悲苦惱，真正實現永恆嘅真實嘅解脫嘅喜樂。好嗱，咁今日呢，我哋同大家講授本經採取一個錄播嘅辦法，因為呢稍後我要去主持一個早上嘅法會。好，咁今日呢同大家講解到呢度，下晝我會喺觀音講堂繼續同大家講佛教嘅臨終關懷。今日講到第11講啦，同大家列出臨終關懷裏邊一啲重要嘅指引，應該做唔應該做，兩邊對反嚟講就好清楚啦。下晝再見大家。今日我同大家講《阿含經》講到呢度圓滿啦。下週日同樣時間喺度再同大家一起學習佛法嘅根本智慧，《阿含經》嘅根本智慧，好嗎？好，祝福大家。阿彌陀佛。